继续来到云林的二仑乡，今年的西瓜因为天气的影响，结果率真无理想，比往年落降3成，农民是损失惨重。农委会公告着救助的标准，损失超过20%以上者，每公顷有6万块的补助。规片的西瓜园会使发现有真侪西瓜根已经烂去啊！3月份的时连续落大雨甲低温，除了造成真侪根烂去以外，嘛无啥会开花。今年损失会较济，较细了的，你就是咱人工，咱若要卖，就商品的价值就降低足济啊。针对这摆灾害，农委会有公告，西瓜天然灾害救助金的标准，若是损失超过20%以上，一公顷会使有6万块的救助。一公顷的补助新台币6万块，已经咧受理啊吼。对着极端的天气和农友长期的辛苦化为乌有，总是希望讲透过相关的补助，加减会使降低农民的损失。我是林依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